橫琴嘅公寓啊，你之前真係可以睇都唔使睇嘅，直接拆走。但係今日呢一套30平方嘅央企打造嘅萬象世界，你真係要睇過嚟啦！只需要俾15個，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套現樓嘅30平方嘅公寓，而且可以租俾隔離5間大學嘅大學生啊！澳門大學、澳門理工大學、澳門旅遊大學、澳門科技大學以及澳門城市大學啊，真係非常之唔錯，投資嘅回報率足足去到5厘。等於你可以直接攞低呢一個單位嘅情況下，現樓即買即住即收益，去到橫琴口岸都係只需要10分鐘嘅車程，去到長隆都係只需要5分鐘啊！未來咧呢度有一條隧道直通橫琴嘅長隆嗰個遊樂場，咁感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喺評論區 call 個橫琴，我係小雅 ，follow me 帶你玩返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